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佛說大乘無量壽，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。法會聖眾第一。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王舍城，其都掘山中，與大比丘眾12000人俱，一切大聖神通已達。其名曰尊者交陳如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連、尊者迦葉、尊者阿難等，而為上首。又有普賢菩薩、文殊師利菩薩、彌勒菩薩及賢劫中一切菩薩，皆來集會。得尊普賢第二。又賢護等16正士，所謂善思維菩薩、慧辯才菩薩、觀無住菩薩、神通花菩薩、光應菩薩、寶藏菩薩、至上菩薩、直根菩薩、信慧菩薩、願慧菩薩、香象菩薩、寶應菩薩、中住菩薩、濟行菩薩、解脫菩薩，而為上首，咸共專修普賢大士之德，具足無量行願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遊步十方，行權方便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，現於無量世界，成等正覺。捨兜率，降王宮，棄位出家，苦行學道，作師示現，順世間故，以定慧力，降伏魔怨，得微妙法，成最正覺。天人歸仰，請轉法輪，常以法音。覺知世間，破煩惱城，懷諸欲諂，洗錯舊污，顯明清白，調眾生，宣妙理，處功德，是福田，以諸法藥救療三苦，升灌頂階，修菩提記，為教菩薩，作阿舍利，常集相應無邊諸行，成熟菩薩無邊善根，無量諸佛咸共護念，諸佛剎中皆能示現，披善還施，現眾而上，於彼相中實無可得。此諸菩薩亦復如是，通諸法性，達眾生相，供養諸佛，開導群生，化現其身，猶如電光，裂魔劍網，解諸纏縛，遠超聲聞辟支佛地，入空無相無願法門，善立方便，顯示三乘。於此中下，而現滅道，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，及得一切陀羅尼門，隨時悟入華嚴三昧，具足總持8千三昧，住心禪定，悉倒無量諸佛，於一念頃，遍遊一切佛土，得佛辯才，住普賢行，善能分別眾生語言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超過世間諸所有法，深常諦住道世之道，於一切萬物隨意自在，為諸樹類作不請之有，受持如來甚深法藏，護法眾聖常使不絕，興大悲憫有情，演持辯受法眼，度惡趣開善門，於諸眾生示若自己，請濟赴河，皆渡彼岸，悉獲諸佛無量功德，智慧聖明不可思議。如是等諸大菩薩無量無邊，一時來集，又有比丘尼500人，清信士7000人，清信女500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諸天焚眾，悉共大會。大教緣起第三。與時世尊威光赫奕，如熔金墜，又如明鏡，影暢表裏，現大光明，數千百變。尊者阿難即自思維：今日世尊色身諸根，悅語清淨，光顏巍巍，寶剎莊嚴，從昔以來所未曾見，喜得瞻仰，生希有心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長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
世尊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其特法，住諸佛所住導師之行，最勝之道，去來現在佛相念，為念過去未來諸佛耶？為念現在他方諸佛耶？何故威神顯耀，光瑞殊妙乃爾，願為宣說。於是世尊告阿難言：善哉善哉，以為哀憫利樂諸眾生故，能問如是微妙之義。汝今試問，勝於供養一天之下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布施累劫諸天人民，願非蠕動之類，功德百千萬倍。何以故？當來諸天人民一切含靈，皆因汝問而得度脫故。阿難，如來以無盡大悲，敬愛三界，所以出興於世，光展道教，欲請群盟，為以真實之理，難值難見，如邱曇花，稀有出現。汝今所問，多所饒益。阿難當知，如來正覺，其智難量，無有障礙，能於念頃住無量億劫，身及諸根，無有增減。所以者何？如來定位夠暢無極於一切法，而得最勝自在故。阿難諦聽，善思念之，吾當為汝分別解說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難：過去無量不可思議，無央數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間自在王如來，應供等正覺，名行足善逝，世間解無上士，調與丈夫天人師佛世尊，在世教授42劫，是為諸天及世人民說經講道。有大國主名世堯王，聞佛說法，歡喜開解，尋發無上真正道義，棄國捐王，行作沙門，號曰法藏，修菩薩道，高才勇捷，與世超異，信解明記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，增上其心，堅固不動，修行精進，無能遇者，往詣佛所，頂禮長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騎駝讚佛，發廣大願，頌曰：如來微妙色端嚴，一切世間無有等，光明無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匿耀。世間能演一音聲，有情各覺隨類解，又能現一苗色身，普使眾生隨類見。願我得佛清淨聲，法音普及無邊界，宣揚界定精進門，通達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廣大深如海，內心清淨絕塵勞，超過無邊惡趣門，速到菩提究竟岸。無明貪嗔皆永無，或盡過忘三昧力，亦如過去無量佛，為彼群生大導師，能救一切諸世間生老病死眾苦惱。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進定為六波羅，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之者使成佛。假令供養行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。願當安住三摩地，行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廣大清淨居，殊勝莊嚴無等倫。輪迴諸趣眾生類，畜生我剎受安樂。常運慈心拔有情，度盡無邊苦眾生。我行決定堅固力，為佛聖智能正知。縱使身子諸苦中，如是願心永不退。自心精進第五。法藏比丘說此偈已，而白佛言：我今為菩薩道，以發無上正覺之心，取願作佛，悉令如佛。願佛為我廣宣經法，我當奉持，如法修行，拔諸勤苦生死根本，速成無上正等正覺。欲令我作佛時，智慧光明所居國土，教授名字，皆聞十方諸天人民及嬰兒類，
來生我國，悉作菩薩。我立誓願，都勝無數諸佛國者，寧可得否？世間自在王佛，即為法藏而說經言。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經歷劫數，尚可窮抵。人有至心求道，精進不止。會當克果，何怨不得？與自思維，修何方便？而能成就佛剎莊嚴。如所修行，與自當知。清淨佛國，與應自攝。法藏白言：思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願如來應淨遍知。廣義諸佛無量妙剎，若我得聞如是等法，思維收集，誓滿所願。世間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自願深廣，即為宣說210億諸佛剎土功德嚴淨，廣大圓滿之上，應其心願，釋言與之。說是法時，經千億歲，以時法藏聞佛所說，皆悉睹見，喜發無上殊勝之願，於彼天人善惡，國土粗妙，思維究竟，便一其心，選擇所欲，結得大願，精勤求索，恭慎保持，收集功德，滿足五劫，於彼21俱胝佛土，功德莊嚴之時，明了通達，如一佛剎，所攝佛國，超過於彼，既攝受已，復藝世自在王如來所，稽首禮足，繞佛三匝，合掌而住。白言世尊，我已成就莊嚴佛土，清淨之行。佛言善哉，今正是時，與應俱說，令眾歡喜，亦令大眾聞是法已，得大善利，能於佛剎收集攝受，滿足無量大願。發大誓願第六。法藏白言：唯願世尊大慈聽察，我若證得無上菩提，成正覺已，所居佛剎，具足無量不可思議，功德莊嚴，無有地獄、餓鬼、禽獸、淵非、蠕動之類，所有一切眾生以及閻摩羅界三惡道中，來生我剎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復更墮惡趣，得是願，乃作佛不得是願，不取無上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世界所有眾生令生我剎，皆具紫磨真金色身32種，大丈夫相，端正淨潔，悉同一類。若形貌差別，有好醜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自知無量劫時宿命，所作善惡，皆能洞視悉聽，知十方去來現在之事，不得是願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皆得他心自通。若不悉知億羅由陀百千佛剎，眾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皆得神通自在，波羅蜜多，於一念頃，不能超過億羅由陀百千佛剎。周遍循力供養諸佛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遠離分別，諸根寂靜，若不決定成等正覺，證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光明無量，普照十方，絕聖諸佛，勝於日月之明，千萬億倍。若有眾生見我光明，照觸其身，莫不安樂，慈心作善，來生我國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壽命無量，國中聲聞天人無數，壽命亦皆無量，假令3000大千世界眾生，悉成圓覺，於百千劫，悉共計較。若能知其量數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世界無量剎中，無數諸佛，若不共稱歎我名，說我功德國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號，自心信若，所有善根
深深回向，願生我國乃至10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覺，唯隨5逆，誹謗正法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號，發菩提心，修諸功德，奉行6波羅蜜，堅固不退，復以善根回向，願生我國，一心念我，晝夜不斷。臨壽終時，我與諸菩薩眾仍現其前，經須臾間，即生我剎，作亞惟越致菩薩，不得是願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號，繫念我國，發菩提心，堅固不退，直種得本，至心回向，欲生極樂，無不遂者。若有宿惡，問我名字，即自悔過，為道作善，便持經戒，願生我剎，命中不復更三惡道，即生我國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無婦女，若有女人問我名字，得稱淨信，發菩提心，厭患女身，願生我國，命中即化男子，來我剎土，十方世界諸眾生類。生我國者，皆於七寶池蓮花中化身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眾生聞我名字，歡喜信約，禮拜歸命，以清淨心，修菩提行，諸天世人莫不自敬。若聞我名，壽終之後，生尊貴家，諸根無缺，常修殊勝梵行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中無不善名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皆同一心，住於定聚，永離熱惱，心得清涼，所受快樂。猶如漏盡比丘，若起想念，貪計身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生我國者，善根無量，皆得金剛羅羅延伸，堅固之力，身頂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獲得無邊辯才，善談諸法秘要，說經行道，語如鐘聲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有眾生生我國者，究竟必至一生補處，隨其本源為眾生故，披宏誓海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發順心，修菩提行，行普賢道，遂生他方世界，永離惡趣。或若說法，或若聽法，或現神足，隨意收集，無不圓滿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生我國者，所需飲食、衣服、種種供區，隨意即至，無不滿願。十方諸佛應念受其供養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中萬物嚴淨光麗，形色殊特，窮微極妙，無能清涼。其諸眾生雖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數及總宣說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國中無量色樹，高或百千由旬，道長樹高400萬里。諸菩薩眾雖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知。欲見諸佛淨國莊嚴，悉於寶樹間見，猶如明鏡，倒其面像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所居佛剎廣博嚴淨，光瑩如鏡，徹照十方無量無數，不可思議。諸佛世界眾生倒者，生希有心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下從地際，上至虛空，宮殿、樓觀、池流、花樹、國土所有一切萬物，皆以無量寶香合成，其香普分十方世界，眾生聞者，皆修佛行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我作佛時，十方佛剎諸菩薩眾聞我名已，皆悉逮得清淨解脫。普等三昧，諸心總持，住三摩地，至於成佛，定中常供無量無邊一切諸佛，不失定業。若不爾者，不取正覺。
我作佛時，他方世界諸菩薩眾問我名者，正離生法，獲陀羅尼，清淨歡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薩行，具足德本，應時不獲，一二三忍。於諸佛法不能現證，不退轉者，不取正覺。必成正覺第七。佛告阿難：爾時法藏比丘說此願已，以偈頌曰：我見超世智，必至無上道，是願不滿足，誓不成等覺，復為大施主，普濟諸窮苦，令彼諸群生長夜無憂惱，出生種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覺，立名無量壽，眾生聞此號，俱來我剎中。如佛金色身，妙相色圓滿，亦以大悲心利益諸群品，離欲心正念，淨慧修梵行，願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剎，消除三垢冥，明濟眾厄難，息捨三途苦，滅諸煩惱暗，開彼智慧眼，獲得光明身，閉塞諸惡道，通達善趣門，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，如佛無礙智，所行持愍行，常作天人師，得為三界雄，說法獅子哮，廣度諸有情，圓滿悉所願，一切皆成佛。是願若克果，大千應感動，虛空諸天神當與真妙法。佛告阿難：法藏比丘說此頌已。應時普地六種震動，天雨苗花已散其上，自然音樂空中讚言，決定必成無上正覺。積功累德第八。阿難，法藏比丘於世自在王如來前及諸天人大眾之中，發施宏誓願已，住真實位，勇猛精進，一向專志莊嚴妙土，所修佛國開闊廣大，超勝獨妙，建立常賢，無須無變，於無量劫積極德行，不起貪嗔癡欲諸想，不住色聲香味觸法，但若憶念過去諸佛所修善根，行直正行，遠離虛妄，依真諦門，直種德本，不計眾苦，少欲知足，專求白法，為利群生，志願無倦，忍力成就於諸有情，常懷慈忍，和顏愛語，勸喻策進，恭敬三寶，奉事師長，無有虛偽讒曲之心，莊嚴眾行，軌範具足，觀法如化，三昧常寂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，善護身業，不失律儀，善護意業，清淨無染，所有國城聚落眷屬珍寶都無所住，行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六道之行，教化安立眾生。住於無上真正之道，又成如是諸善根故，所生之處無量寶藏，自然法應，或為長者居士，豪勝尊貴，或為剎利國王，轉輪聖帝，或為六欲天主，乃至梵王，於諸佛所尊重供養，未曾間斷，如是功德說不能盡，身口常出，無量妙香，猶如旃檀、優鉢羅花，其香普分，無量世界，隨所生處，色相端嚴，32相80種好，色界具足，手中常出無盡之寶，莊嚴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利樂有情，由是因緣能令無量眾生，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圓滿成就第九。佛告阿難：法藏比丘修菩提行，積功累德，無量無邊，於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語言分別之所能知。
所發誓願圓滿成就，如實安住，具足莊嚴，威德廣大。清淨佛土，阿難聞佛所說，百世尊言，法藏菩薩成菩提者，為是過去佛耶，未來佛耶，為今現在他方世界耶。世尊告言：彼佛如來，來無所來，去無所去，無生無滅，非過現未來，但以籌願度生。現在西方去閻浮提百千巨子，羅由陀佛剎，有世界名曰極樂。法藏成佛，號阿彌陀。成佛以來，於今十劫，今現在說法，有無量無數菩提聲聞之眾，恭敬圍繞。皆願作佛。第10。佛說阿彌陀佛為菩薩求得是願時，阿闍王子與500大長者聞之，皆大歡喜，各持一金花蓋，俱到佛前作禮，以花蓋上佛耳，卻坐一面停敬，心中怨言：令我等作佛時，皆如阿彌陀佛。佛即知之，告諸比丘：是王子等後當作佛，彼於前世住菩薩道，無數劫來供養400億佛。迦葉佛時，彼等為我弟子，今供養我，復相值也。時諸比丘聞佛言者，莫不代之歡喜。國界嚴淨。第11。佛語阿難：彼極樂界無量功德，具足莊嚴，永無眾苦、諸難、惡趣、魔惱之名，亦無四時、寒暑、耳鳴之熱，復無大小江海、幽靈坑坎、荊棘沙礫、鐵圍、須彌、土石等山，為以自然七寶、黃金為地，寬廣平靜，不可限極，微妙奇麗，清淨莊嚴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難聞已，百世尊言：若彼國土無須彌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，依何而住？佛告阿難：夜摩兜率乃至色無色界一切諸天，依何而住？阿難白言：不可思議業力所致。佛語阿難：不思議業，汝可知耶？汝身果報不可思議，眾生業報亦不可思議，眾生善根不可思議，諸佛勝力、諸佛世界亦不可思議，其國眾生功德善力、諸行業地及佛神力，故能與耳。阿難白言：業因果報不可思議，我於此法實無所惑，但為將來眾生破除疑妄，故發斯問。光明遍照。第12。佛告阿難：阿彌陀佛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東方恒沙佛剎，南西北方四圍上下亦復如是。若化頂上圓光，或1、2、3、4由旬，或百千萬億由旬，諸佛光明或照1、2佛剎，或照百千佛剎，為阿彌陀佛光明普照無量無邊無數佛剎。諸佛光明所照遠近，本期前世求道所緣功德大小不同，自作佛時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不為預計。阿彌陀佛光明善好，勝於日月之明，千億萬倍，光中極尊，佛中之王。是故無量壽佛亦號無量光佛，亦號無邊光佛，無礙光佛，無等光佛，亦號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淨光、歡喜光、解脫光、安忍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議光。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眾生遇斯光者，救滅善生，身意柔軟。若在三途極苦之處，見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脫。若有眾生聞其光明威神功德，日夜稱說，至心不斷，隨意所願，得生其國。壽眾無量。第13。佛語阿難：無量壽佛壽命長久，不可稱計，
又有無數聲聞之眾，神智洞達，威力自在，能於掌中持一切世界。我弟子中大目犍連神通第一，3000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眾生於一晝夜悉知其數。假使十方眾生悉成圓覺，一一圓覺，壽萬億歲，神通皆如大目犍連，盡其壽命，竭其智力，悉共推算，彼佛會中聲聞之數，千萬分中不及一分。譬如大海深廣無邊，切取一毛，悉為百分，雖如微塵，以一毛塵沾海一滴，此無塵水比海熟多。阿難，比目犍連等所知數者如無塵水，所未知者如大海水。彼佛壽量及諸菩薩聲聞天人壽量亦已，非以算計譬如之所能知。寶樹篇國第14。比如來國多諸寶樹，或純金樹、純白銀樹、琉璃樹、水晶樹、琥珀樹、美玉樹、瑪瑙樹，為一寶城，不雜餘寶，或有2寶、3寶乃至7寶，轉共合成，根莖枝幹。此寶所成花葉果實，他寶化作。或有寶樹，黃金為根，白銀為身，琉璃為珠，水晶為梢，琥珀為葉，美玉為花，瑪瑙為果。其餘諸樹復有7寶，互為根幹枝葉花果，種種共成，各自異行，行行相直，徑徑相望，枝葉相向，花實相當，榮色光耀，不可勝視。清風時發，出5音聲，微妙工商，自然相和，是諸寶樹周遍其國。菩提道場第15。又其道場有菩提樹，高400萬里，其本周圍5000由旬，枝葉4部20萬里，一切眾寶自然合成，花果枯榮，光輝遍照，復有紅綠青白諸摩尼寶，眾寶之王，以為瓔珞，雲眾寶所，悉諸寶住，金珠寧鐸，周集瓢間，珍妙寶網，羅服其上，百千萬色，互相映色，無量光焰，照耀無極，一切莊嚴，隨應而現，微風隨動，隨住諸葉，演出無量妙法音聲，其聲流布，遍諸佛國，清暢哀亮，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聲之中最為第一。若有眾生睹菩提樹，聞聲受香，嘗其果味，觸其光影，念樹功德，皆得6根清澈，無諸惱患，住不退轉，至成佛道。復由見彼樹故，獲3種忍：一音響忍，二柔順忍，三者無生法忍。佛告阿難：如是佛剎花果樹木與諸眾生，而作佛事，此皆無量壽佛，威神力故，本願力故，滿足緣故，明了堅固究竟緣故。堂舍樓觀第16。有無量壽佛廣堂精舍，樓觀欄盾，亦皆7寶自然化成，復有白珠摩尼以為交樂，明妙無比。諸菩薩眾所居宮殿亦復如是。中有在地講經誦經者，有在地受經聽經者，有在地經行者、師道及坐禪者，有在虛空講誦受聽者、經行師道及坐禪者，或得須陀洹，或得斯陀含，或得阿羅含、阿羅漢。未得阿惟越致者，則得阿惟越致。各自念道、說道、行道，莫不歡喜。傳持功德第17。有其講堂左右，傳持交流，中廣深淺，皆各一等，或10由旬、20由旬，乃至百千由旬，湛然香潔，具8功德。岸邊無數旃檀香樹、吉祥果樹、花果行方、
光明照耀，修調密葉，交付於池，出種種香，世無能越，隨風散伏，源水流分，又復持色七寶，地布金沙，優鉢羅花，鉢檀摩花，區牟頭花，分陀利花，雜色光茂，微覆水上，若比眾生過欲此水，欲自足者，欲自膝者，欲自腰翼，欲自頸者，或欲灌身，或欲冷者，溫者，急流者，緩流者，其水一一隨眾生意，開神悅體，靜若無形，寶沙映徹，無心不照，微難隨回，轉相灌注，波揚無量微妙音聲，或聞佛法僧聲，波羅蜜聲，紫色正直聲，無生無滅聲，十力無畏聲，或聞無性無作無我聲，大慈大悲喜捨聲，甘露灌頂受惠聲，得聞如是種種聲已，其心清淨無諸分別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隨其所聞與法相應，其願聞者切讀聞之，所不欲聞了無所聞，永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十方世界諸往生者，皆於七寶池蓮花中自然化生，悉受清虛之身，無極之體，不聞三途惡惱苦難之名，尚無假設，何況實苦，但有自然快樂之音，是故彼國名為極樂。超世稀有第18。彼極樂國所有眾生，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咸同一類，無差別相，但因信如方俗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難：譬如世間貧苦乞人，在帝王邊，面貌形狀，寧可慮乎？帝王若比轉輪聖王，則為鄙陋。由彼乞人在帝王邊也。轉輪聖王威相第一，比之忉利天王又復醜陋，假靈第四，比第六天，雖百千倍不相類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極樂國中菩薩聲聞，光顏容色，雖萬億倍不相及第。所處宮殿衣服飲食，猶如他化自在天王。至於威德階位神通變化，一切天人不可為比，百千萬億不可計倍。阿難應知，無量壽佛極樂國土，如是功德莊嚴，不可思議。受用具足第19。復次極樂世界所有眾生，或已生，或現生，或當生，皆得如是諸妙色身，形貌端嚴，福德無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種種一切豐足，宮殿服飾香花幡蓋莊嚴之具，隨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若欲食時，七寶鉢器自然在前，百味飲食自然盈滿。雖有此食，實無食者，但見色聞香，以意為食，色力增長，而無變畏，身心柔軟，無所未住。是已化去，時至復現。復有眾寶妙衣，冠帶瓔珞，無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。所居舍宅，稱其形色，寶網微覆，圓珠寶鈴，奇妙珍異，周遍孝色，光色晃耀，盡極嚴厲，漏觀難斷，堂宇房閣，廣狹方圓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虛空，或在平地，清淨安穩，微妙快樂，應念現前，無不具足。得風華語第20。其佛國土，每於食時，自然得風隨起，吹諸羅網及眾寶樹，出微妙音，演說苦空無常無我，諸波羅蜜流布萬種溫雅特香，其有聞者塵勞垢雜，自然不起，風觸其身，安和調息，猶如比丘得滅盡定。復吹七寶林樹，飄花成聚，種種色光，遍滿佛土，隨色次第，而不雜亂，柔軟光潔，如兜羅棉，足理其上，沒心四指，隨足舉耳，還復如初。
過食時候，其花自沒，大地清淨，更遇新花。隨其時節，還復周遍，與前無異，如是六返。寶蓮佛光第21日，又種寶蓮花周滿世界，一一寶花百千億葉，其花光明無量種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圓黃珠子，光色亦然。復有無量妙寶百千摩尼，影色真奇，明耀日月。彼蓮花量或半由旬，或一二三四，乃至百千由旬。一一花中出36百千億光，一一光中出36百千億佛。身色紫金，相好殊特。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，普為十方說微妙法。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。決證極果第22。復次阿難，彼佛國土無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晝夜之象，亦無歲月劫數之名，復無住處家室，於一切處既無標識名號，亦無取捨分別，唯受清淨最上快樂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已生若當生，皆悉住於正定之罪，決定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罪及不定罪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讚第23。復次阿難，東方恒河沙數世界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，各出廣長舌相，放無量光，說成實言，稱讚無量壽佛，不可思議功德。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諸佛稱讚，亦復如是。四維上下恒沙世界，諸佛稱讚，亦復如是。何以故？欲令他方所有眾生聞彼佛名，發清淨心，憶念受持，皈依供養，乃至能發一念淨信，所有善根至心回向，願生彼國，隨願皆生，得不退轉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。三輩往生第24。佛告阿難，十方世界諸天人民，其有自心願生彼國，凡有三輩，其上輩者捨家棄育，而作沙門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受諸功德，願生彼國。此等眾生臨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，經須臾間，即隨彼佛往生其國，便於七寶花中自然化生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難，其有眾生欲於今世見阿彌陀佛者，應發無上菩提之心，復當專念極樂國土，積集善根，應持回向，由此見佛，生彼國中，得不退轉，乃至無上菩提。其中輩者，雖不能行作沙門，大修功德，當發無上菩提之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隨己修行諸善功德，奉持齋戒，起立塔像，飯食沙門，緣增燃燈，散花燒香，以此回向，願生彼國。其人臨終，阿彌陀佛化現其身，光明相好，俱如真佛，與諸大眾前後圍繞，現其人前，攝受導引，即隨化佛往生其國。若不退轉，無上菩提功德智慧，次如上輩者也。其下輩者，假使不能作諸功德，當發無上菩提之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歡喜信約，不生疑惑，以至誠心，願生其國。此人臨終夢見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次如中輩者也。又有眾生住大城者，以清淨心向無量壽，乃至10念，願生其國。聞甚深法，即生信解，乃至獲得一念淨心，發一念心念於彼佛。此人臨命終時，如在夢中見阿彌陀佛，定生彼國，得不退轉，無上菩提。往生淨因第25。復次阿難，
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此經典，受持讀誦，書寫供養，晝夜相續，求生彼剎，發菩提心，持諸禁戒，堅守不犯，饒益有情，所作善根，悉施予之，令得安樂，憶念西方阿彌陀佛，及彼國土是人命中，如佛色相種種莊嚴，生寶剎中，速得聞法，永不退轉。復次阿難，若有眾生欲生彼國，雖不能大精進禪定，盡持經戒，要當作善。所謂一不殺生，二不偷盜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綺語，六不惡口，七不兩舌，八不貪，九不瞋，十不痴。如是晝夜思維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種種功德，種種莊嚴，自心歸依，頂禮供養，是人臨終不驚不怖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國土。若多事物不能離家，不下大修齋戒，一心清淨，有空閒時端正身心，絕欲去憂，慈心精進，不當嗔怒嫉妒，不得貪鐵慳食，不得終悔，不得狐疑，要當孝順，至誠忠信，當信佛經於心，當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窺失。思維熟計，欲得度脫，晝夜常念，願欲往生阿彌陀佛清淨佛國，10日10夜乃至1日1夜，不斷絕者，壽終皆得往生其國。行菩薩道，諸往生者，皆得阿惟越致，皆具禁食30以上，皆當作佛。欲於何方佛國作佛，從心所願，隨其精進早晚，求道不休，會當得之，不惜其所願也。阿難以此義利故，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等無邊世界諸佛如來，皆共稱讚，無量壽佛所有功德。禮供聽法第26。復次阿難，十方世界諸菩薩眾，為欲瞻禮極樂世界無量壽佛，各以香花幢幡寶蓋往詣佛所，恭敬供養，聽受經法，宣布道化，稱讚佛土功德莊嚴，以時世尊即說頌曰：東方諸佛剎，數如恆河沙，恒沙菩薩眾，往禮無量壽。南西北四圍，上下亦復然，咸以尊重心，奉諸真妙供，唱法和雅音，歌歎最勝尊，究達神通慧，遊入心法門，聞法聖德明，安忍得大利，種種供養中，勤修無懈倦。觀彼殊勝剎，微妙難思議，功德普莊嚴，諸佛國難比，因法無上心，願速成菩提，應是無量尊。微笑現金容，光明從口出，遍照十方國，回光環繞佛，三雜從頂入，菩薩見此光，即淨不退位，時會一切眾，互慶生歡喜，佛語梵雷震，八音唱妙聲，十方來證時，吾悉知彼願，自求嚴淨土，受記當作佛，覺了一切法，猶如夢幻響，滿足諸妙願，必成如是剎，知土而影像。行法宏誓心，究竟菩薩道，具諸功德本，修成菩提行，受記當作佛，通達諸法性，一切空無我，專求淨佛土，必成如是剎。聞法若受行，得至清淨處，必於無量尊，受記成等覺，無邊殊勝剎。其法本願力，聞名欲往生，自致不退轉。菩薩興志願，願以國無異，普念度一切，各發菩提心，捨彼輪迴身，俱令登彼岸，奉事萬億佛，非化偏諸剎，恭敬歡喜去，還到安養國。歌歎佛德，
第27。佛與阿難彼國菩薩成佛威神於一食頃，復往十方無邊淨剎，供養諸佛，花香幢幡，供養之具，應念即至，皆現手中，珍妙殊特，非世所有，以奉諸佛及菩薩眾，其所散花，即於空中，合為一花，花皆向下端圓周集，化成花蓋，百千光色，色色而香，香氣普熏，蓋知曉者滿十由旬，如是轉倍，乃至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隨其前後，以次化末，若不更以新花重散，前所散花終不復落。於虛空中共奏天樂，以微妙音歌歎佛德，經須臾間，還其本國，都悉集會七寶講堂。無量壽佛則為廣宣大教，演唱妙法，莫不歡喜，心解得道。即時香風吹七寶樹，出五音聲，無量妙花，隨風四散，自然供養，如是不絕，一切諸天皆製百千花香，萬種伎樂，供養彼佛及諸菩薩聲聞之眾，前後往來，希而快樂。此皆無量壽佛本願加威及曾供養如來，善根相續，無缺減故，善收集故，善攝取故，善成就故。大士神光第28。佛告阿難：彼佛國中諸菩薩眾，皆悉動事，竊聽八方上下去來現在之事，諸天人民以及淵飛蠕動之類，心意善惡，口所欲言，何時度脫，得道往生，皆如知之。又彼佛剎，諸聲聞眾，星光一尋，菩薩光明，照百由旬，有二菩薩，最尊第一，威神光明，普照3000大千世界。阿難白佛：彼二菩薩，其號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觀世音，一名大勢至。此二菩薩於娑婆界修菩薩行，往生彼國，常在阿彌陀佛左右，欲至十方無量佛所，隨心則到，現居此界。作大利曰：世間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急難恐怖，但自歸命觀世音菩薩，無不得解脫者。願力宏心第29。復次阿難，彼佛剎中，所有現在未來一切菩薩，皆當究竟一生補處，為隨大願入生死界，為度群生作獅子哮，還大甲冑，以宏誓功德而自莊嚴。雖生五濁惡世，示現同彼，直至成佛，不受惡趣。生生之處，常息宿命。無量壽佛意欲度脫十方世界諸眾生類，皆使往生其國，悉令得離換道。作菩薩者，令悉作佛，既作佛已，轉相教授，轉相度脫，如是輾轉，不可復計。十方世界聲聞菩薩諸眾生類，生彼佛國，得離換道，當作佛者，不可勝數。彼佛國中常如一法，不為增多。所以者何？猶如大海為水中王，諸水流行，都入海中，是大海水令為增減。八方上下佛國無數，阿彌陀國長久廣大，名好快樂，最為獨勝。本期為菩薩時，求道所願，累德所致，無量壽佛因得布施八方上下，無窮無極，心大無量，不可勝言。菩薩修持第30。復次阿難，彼佛剎中，一切菩薩禪定智慧神通威德無不圓滿，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調伏諸根，身心柔軟，深入正位，無復如雜，依佛所行七覺聖道，修行五眼，照真達俗，肉眼簡擇，天眼通達，法眼清淨，慧眼見真，佛眼具足，覺了法性，辯才總持，自在無礙，善解世間無邊方便，所言誠諦，深入意味，度諸有情，演說正法，無相無違，
無薄無脫，無諸分別，遠離顛倒，於所受用皆無攝取，遍遊佛剎，無愛無厭，亦無希求，不希求想，亦無彼我為願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諸菩薩於一切眾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捨離一切執住，成就無量功德，以無礙位解法如如，善知擇滅，音聲方便，不因細語。若在正論知一切法，悉皆空寂，生身煩惱意如俱盡，於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成。至於彼岸決斷如網，正無所得，以方便智增長了之，從本以來安住神通，得一成道，不由他悟。真實功德第31，其智宏深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廣，如若須彌，自身威光，超於日月，其心潔白，猶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淨如水，洗諸塵垢，熾盛如火，燒煩惱身，不住如風，無諸障礙，法音雷震，各微各故，與甘露法，潤眾生故，廣若虛空，大慈等故，如淨蓮花，離染污故，如離驅樹，福音大故，如金剛杵，破邪執故，如鐵為山，眾魔外道不能動故，其心正直，善巧決定，論法無厭，求法不倦，戒約流離，內外明潔，其所言說，令眾悅服。擊法鼓，見法藏，耀慧日，破之音，純淨溫和，直定明察，為大導師，調伏自他，引導群生，捨諸外住，永離三垢，遊戲神通，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事諸佛，為世明燈，最勝福田，殊勝吉祥，堪受供養，克亦歡喜，雄猛無畏，身色上好，功德辯才，足具莊嚴，無與等者，常為諸佛所共稱讚。究竟菩薩諸波羅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滅諸三摩地，行遍道場，遠異勝境。阿難，我今略說彼極樂界所生菩薩真實功德，悉皆如是。若廣說者，百千萬劫不能窮盡。受樂無極第32。佛告彌勒菩薩：諸天人等無量壽國聲聞菩薩功德智慧不可稱說，又其國土微妙安樂清淨若此，何不力為善？念道之自然出入供養，觀經行道，喜若久集，才猛智慧，心不縱回，意無懈時，外若遲緩，內獨使急，融融虛空，悉得其中，鐘表相應，自然嚴整，檢驗端直，身心潔淨，無有外貪，自願安定，無增缺減，求道和正，不誤傾斜，隨經若令，不敢差跌。若於成物，咸為道務，廣無他念，無有憂思，自然無為，虛空無立，淡安無欲，作得善緣，盡心求索，禁愛慈憫，禮儀都合，包羅表裏，過度解脫，自然保守，真真潔白，志願無上，靜定安樂。一旦開達明徹，自然中自然上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參回，轉變聚成，屈單成七寶，橫攬成萬物，光精明驅出，善好殊無比，住於無上下，洞達無邊際，而各勤精進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絕去，往生無量清淨阿彌陀佛國。橫截於五趣惡道，自閉塞無極之聖道，而往而無人，其國不亦為自然所牽隨，捐節若虛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極長生。壽若無有極，何謂住世時？鬧鬧憂無常。勸喻策進第33。世人共爭不急之務，於此劇惡極苦之中，勤身營務以自給制，專卑
貧富、少長、男女，累念積累。唯心走使，無田休田，無宅休宅，眷屬財物有無同憂。有一少一，私欲齊等，色少俱有。又憂非常，水火盜賊，怨家債主。焚票劫奪，消散磨滅，心慳意故，無能重寫命中棄捐。莫誰隨者，貧富同然，憂苦萬端。世間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婦親屬，當相敬愛，無相爭嫉，有無相通，無得貪色，賢識相和，莫相為慮。或時心爭，有所掛慮，後世轉劇，自成大怨。世間之事更相患害，雖不臨時，仍夾想破。人在愛欲之中，獨生獨死，獨去獨來，苦樂自當。無有代者，善惡變化，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，會見無期。何不於強健時，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？世人善惡自不能見，吉凶禍福，競各作之。身如神暗，轉授如教，顛倒相續，無常根本，蒙冥抵突，不順經法，心無遠慮，各欲快意，迷於真慧，貪於財色，終不休止。哀哉可傷，先人不善，不識道德，無有語者，殊無怪也。死生之趣，善惡之道，都不知順，為無有事，更相沾事。且自見之，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婦更相哭泣，一死一生，蝶相顧戀，憂愛結薄，無有解時，思想因好，不離情欲，不能心思熟計，專精行道，練修旋盡，無可奈何。或道者眾，悟道者少，各懷殺毒，惡氣冥冥，唯妄輕視，違逆天地，肆意罪極，頓奪其壽，下入惡道，無有出期。若曹當屬思計，遠離眾惡，擇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愛欲榮華，不可常保，皆當別離。無可樂者，當勤精進，生安樂國。智慧明達，功德殊勝，勿得隨心所欲，虧負經戒，在人後也。心得開明第34。彌勒白言：佛語教誡，甚深甚善，皆蒙慈恩解脫憂苦。佛為法王，尊超群聖，光明徹照，洞達無極，普為一切天人之師。今得值佛，復聞無量壽星。美不歡喜，心得開明。佛告彌勒：敬於佛者，是為大善，實當念佛，截斷狐疑，拔諸愛欲，度眾惡緣，猶報三界，無所掛礙，開示正道。道未道者，若曹當知，十方人民永劫以來，輾轉五道，憂苦不絕，生時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極苦痛，死極苦痛，惡臭不淨，無可樂者，而自決斷，洗除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裏相應，人能自度，轉相整濟，至心求願，積累善本，雖一世精進勤苦，雖而艱矣，後生無量壽國，快樂無極，永拔生死之本，無復苦惱之患，受千萬劫，自在隨意，而各精進，求心所願，無得而悔。自為過舊，生彼邊地，七寶城中，於500歲受諸厄也。彌勒白言：受佛明誨，專精修學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俗世惡苦第35。佛告彌勒：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義，不為眾惡，甚為大德。所以者何？十方世界善多惡少，而可開化。為此五惡世間最為劇苦，我今於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捨五惡，去五痛，離五消，降化其意，令持五善，獲其福德。何等為五？其一者，世間諸眾生類，欲為眾惡，強者服藥，轉相克賊，殘害殺傷，劫相吞踏，不知為善，後世殃佛，故有窮乞、孤獨、聾盲、瘖啞、
痴惡、狂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為善。其有尊貴豪富、賢明長者、智勇才達，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積德所致。世間有此目前現時，壽終之後入其幽冥，轉生受身，改形易道，故有尼泥、禽獸、煙飛魚動之屬。譬如世法牢獄，劇苦極刑，魂神命精，隨序趨向，所受壽命或長或短，雙重共生，更相報償。殃惡未盡，終不得離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難得解脫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間自然有事，雖不即時報應，善惡會當歸之。其二者，世間人民不信法道，奢淫驕縱，淫心自異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損害忠良，心口各異，機危墮斷，專卑終外，更上欺狂，真為愚癡，欲自厚己，欲貪多有，利害勝負，結憤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顧前後，富有慳食，不肯施予，愛寶貪重，心勞辛苦，如是之境，無一除者。善惡禍福，追名所生，或在惡處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見善增謗，不思無及，常懷妒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給，消散復取，神明克績，終入惡道，自有三途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間人民相因寄生，壽命幾何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懷邪惡，常念淫蝶，飯滿空中，邪態外溢，廢損家財，是為非法，所當求者而不肯為，又或交結聚會，興兵相伐，攻劫殺掠，強奪逼脅，歸給妻子，極身作樂，眾共爭厭，患而苦之，如是之惡，住於人鬼神明忌色，自入三途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累劫難出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間人民不念修善，兩舌惡口，妄言綺語，憎嫉善人，敗壞賢明，不孝父母，輕慢師長，朋友無信，難得誠實，尊貴自大，為以有道，橫行威勢，侵夷於人，欲人畏敬，不自慚懼，難可行化，常懷驕慢，賴其前世福德盈護，今世為惡，福德盡滅，壽命終盡，諸惡妖怪有其名籍，記在神明，央舊牽引，無從捨離，但得前行，入於火鑊，身心摧碎，神形苦極，當思之時，悔復何及？其五者，世間人民徙以懈怠，不肯作善，自身修業，父母教誨，為累反逆，譬如怨家，不如無子，父因為義，無有報償，放肆遊散，但酒鮮美，老胡抵達，不識人情，無義無禮，不可諫搖，六親眷屬，知用有無，不能憂念，不為父母之恩，不傳師友之義，意念身口，曾無一善，不信諸佛經法，不信生死善惡，欲害真人，鬥亂爭訟，愚癡蒙昧，自為智慧，不知生所從來，死所去向，不仁不順，希望長生，慈心教誨而不肯順，苦口語耳，無益其人，心中閉塞，意不開解，大名將終，悔懼交至，不如修善，臨時乃悔，悔之於後，將何及乎？天地之間，五道分明，善惡報應，禍福相承，身自當之，無誰代者。善人行善，從樂入樂，從名入名；惡人行惡，從苦入苦，從冥入冥。誰能知者？獨佛知矣。教汝開示，信行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惡道不絕。如是世人難可驅盡，故有自然三途，無量苦惱，輾轉其中，世世累劫，無有出期，難得解脫，痛不可言。
如是五惡五痛五燒，譬如大火焚燒人身，若能置於其中，一心制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自成，獨作諸善，不為眾惡，身獨度脫，獲其福德，可得長壽離緩之道，是為五大善也。重重悔免第36。佛告彌勒：吾與爾等如是五惡五痛五燒，輾轉相生，敢有犯此，當歷惡趣，或其今世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示眾見之。或於仇中，入三惡道，受痛浩毒，自相燒燃，共其怨家，更相殺傷。從小微起，成大困劇，皆由貪著財色，不肯思維，各欲自快，無復曲直，痴欲所逼，口己爭利，富貴榮華，當時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務修善，威勢無己，隨以磨滅。天道施障，自然久舉，頃頃鬆鬆，當入其中。古今有時，痛哉可傷。汝等得佛經語，熟思為之，各自端守，終身不怠，專性敬善，仁慈博愛，當求度世，拔斷生死眾惡之本，當離三途，憂怖苦痛之道。若曹作善，云何第一？當自端心，當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當自端，身心淨潔，與善相應，勿隨嗜欲，不犯諸惡。言色當和，身行當專，動作瞻視，安定隨為，作事倉促，敗悔在後，為之不逮，忘其功夫。如貧德寶第37。汝等廣植德本，勿犯道禁，忍辱精進，慈心專一，齋戒清淨，一日一夜，勝在無量壽國，為善百歲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國土，皆積德眾善，無毫髮之惡。於此修善，10日10夜，勝於他方諸佛國中，為善千歲。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國，福德自然，無造惡之地，為此世間善少惡多，飲苦食毒，未嘗寧息。吾哀汝等苦心悔遇，授予經法，悉持師之，悉奉行之。尊卑男女眷屬朋友轉相教語，自相約檢，和順義理，歡樂慈孝。所作餘犯，則自悔過，去惡就善，朝聞夕改，奉持經戒，如貧德寶，改往修來。灑心逆行，自然感航。所緣切得，佛所行處，國邑憂聚，美不蒙化，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已時，災厲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，崇德興仁，務修禮揚，國無盜賊，無有怨枉，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我哀汝等，甚於父母念子，我於此世作佛，以善攻惡，拔生死之苦，令獲五德，升無為之安，吾般離緩，經道漸滅，人民讒偽，復為眾惡，五燒五痛。久後轉劇，汝等轉相教誡，如佛經法，無得犯也。彌勒菩薩合掌白言：世人惡苦，如是如是，佛皆慈愛，悉度脫之，受佛重悔，不敢為失。禮佛現光第38。佛告阿難：若曹欲見無量清淨平等國及諸菩薩阿羅漢等所居國土，應起西向，當日沒處，恭敬頂禮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。阿難即從座起，面西合掌頂禮白言：我今願見極樂世界。阿彌陀佛供養奉事，種諸善根頂禮至間，忽見阿彌陀佛容顏廣大，色相端嚴，如黃金山，高出一切諸世界上。又聞十方世界諸佛如來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功德，無礙無斷。阿難白言：彼佛淨剎得未曾有，
我亦願若生於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中生者，已曾親近無量諸佛，植種德本，與欲生彼，應當一心歸於瞻仰。作是語時，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無量光，普照一切諸佛世界。是諸佛國皆悉明現，如處一塵，以阿彌陀佛殊勝光明，極清淨故。於此世界所有黑山、雪山、金剛、鐵圍、大小諸山、江河、叢林、天人、宮殿，一切境界，無不照見。譬如日出，明照世間，乃至泥濘、溪谷、幽冥之處，悉大開闢，皆同一色，猶如劫水，彌滿世界。其中萬物沉沒不現。晃洋浩瀚，為見大水，彼佛光明亦復如是。聲聞菩薩一切光明悉皆隱蔽，唯見佛光明耀顯赫。此會四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，皆見極樂世界種種莊嚴。阿彌陀佛於彼高坐，威德巍巍，上好光明。聲聞菩薩圍繞恭敬，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，明現照耀，清淨平靜，無有雜穢及異形類，為是眾寶莊嚴，聖言共住。阿難及諸菩薩眾等皆大歡喜，踴躍作禮，以頭住地，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。諸天人民以至鸢飛魚動，倒施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憂惱莫不解脫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歡喜快樂。中磬琴瑟，箜篌樂器，不鼓自然，皆作五音。諸佛國中，諸天人民各持花香，來自虛空散作供養。爾時極樂世界過於西方百千，居止羅睺陀國。以佛威力，如對目前，如淨天眼，觀一尋地，彼見此土，亦復如是。悉倒娑婆世界，釋迦如來及比丘眾圍繞說法。此是述見第39。爾時佛告阿難及持事菩薩，與見極樂世界宮殿樓閣泉池林樹俱足微妙，清淨莊嚴否？與見欲界諸天，上至色究竟天，與諸香花遍佛剎否？阿難對曰：唯然已見。與聞阿彌陀佛大音宣布，一切世界化眾生否？阿難對曰：唯然已聞。佛言與見彼國淨行之眾，遊處虛空，宮殿隨身，無所障礙，遍自十方供養諸佛否？及至彼等念佛相續否？復有眾鳥住空虛界，出種種音，皆是化作，汝悉見否？此是百言，如佛所說，一一皆見。佛告彌勒：彼國人民有胎生者，汝復見否？彌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見極樂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處於宮殿，又見眾生於蓮花內結跏趺坐，自然化生。何因緣故？彼國人民有胎生者，有化生者。邊地二乘第40。佛告持事：若有眾生以疑惑深修諸功德，願生彼國，不了佛智，不思義智，不可稱智，大成廣智，無等無論，最上乘智。於此諸智疑惑不信，又信罪福，收集善本，願生其國。復有眾生積集善根，希求佛智，普遍智，無等智，威德廣大，不思義智。於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於往生清淨佛國。義智猶如無所專據，言猶續念不絕，結其善緣為本，續得往生。是諸人等以此因緣，雖生彼國，不能前至無量壽所。到指佛國界邊，七寶城中，佛不使已。身行所作，心自趨向，亦有寶池蓮花，自然受身，飲食快樂。如忉利天於其城中，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隨意高大。於500歲常不見佛。
不聞經法，不見菩薩聲聞聖眾。其人智慧不明，知經復少，心不開解，意不歡樂，是故於彼謂之胎生。若有眾生明信佛智，乃至聖智，斷除疑惑，信以善根，作諸功德，至心回向，皆於七寶花中，自然化生，家父而坐，須臾之頃，身上光明，智慧功德，如諸菩薩具足成就。彌勒當知，彼化生者智慧勝故，其胎生者500歲中不見三寶，不知菩薩法識，不得收集功德，無因奉事，無量壽佛。當知此人宿世之時，無有智慧而惑所致。惑盡見佛第41。譬如轉輪聖王有七寶玉，王子得罪禁閉其中，層樓椅殿，寶像金床，欄窗塔座，妙色奇珍，飲食衣服如轉輪王，而以金鎖繫其兩足。諸小王子凌樂此否？持是白言，否也。世尊，彼憂執事，心不自在，但以種種方便欲求出離，求諸近臣終不從心。輪王歡喜，方得解脫。佛告彌勒：此諸眾生亦復如是。若有墮於疑悔，希求佛智，至廣大智，於自善根不能生信，又聞佛名，起信心故，雖生彼國，於蓮花中，不得出現。彼處花胎，猶如丸碗，宮殿之上。何以故？彼眾清淨，無諸穢惡。然於500歲中，不見三寶，不得供養奉事諸佛，遠離一切殊勝善根，以此為苦，不生欣樂。若此眾生悉其罪本，心自悔責，求離彼處，往昔世中過失盡矣，然後乃出，即得往詣無量壽所。聽聞經法，久久亦當開解歡喜，亦得遍供無數無量諸佛，修諸功德，與阿逸多。當知疑惑，於諸菩薩為大損害，為失大利，是故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。持是白言：云何此界一類眾生，雖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持是：此等眾生智慧微淺，分別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惡，不求生彼。持是白言：此等眾生虛妄分別，不求佛剎，何免輪迴？佛言：彼等所種善根，不能離相，不求佛慧，心住世樂，人間福報，雖復修福，求人天果得報之時，一切豐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獄中。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屬，欲相救免，邪見業王，未能捨離，尚處輪迴而不自在。遇見愚癡之人，不種善根，但以世智聰辯，增益邪心，云何出離生死大難？復有眾生雖種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相分別，情執心重，求出輪迴，終不能得。若以無上智慧，直種德本，身心清淨，遠離分別，求生淨剎，趣佛菩提，當生佛剎，永得解脫。菩薩往生第42。彌勒菩薩白佛言：今此娑婆世界及諸佛剎，不退菩薩當生極樂國者，其數幾何？佛告彌勒：於此世界有720億菩薩，已曾供養無數諸佛，直種德本，當生彼國。諸小行菩薩收集功德，當往生者不可稱計。不但我剎諸菩薩等往生彼國，他方佛土亦復如是。從遠照佛剎，有18巨子羅由陀菩薩摩訶薩生彼國土。東北方寶藏佛剎有90億不退菩薩，當生彼國。從無量音佛剎、光明佛剎、龍天佛剎、勝力佛剎、獅子佛剎、離塵佛剎、得手佛剎、人王佛剎、花藏佛剎，不退菩薩當往生者，或數18億，或數百千億，乃至萬億。其第12佛名無上花，
彼有無數諸菩薩眾，皆不退轉，智慧勇猛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。俱大精進，發趣一成，於7日中，即能攝取8,000億劫。大士所修堅固之法，斯等菩薩皆當往生。其第13佛，名曰無畏。彼有790億大菩薩眾，諸小菩薩及比丘等，不可稱計，皆當往生十方世界諸佛名號。及菩薩眾當往生者，但說其名，窮劫不盡。非是小乘第43。佛告持事，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，善獲利益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得聞阿彌陀佛名號，能生一念喜愛之心，皈依瞻禮，如說修行，當知此人為得大利，當獲如上所說功德，心無下劣，亦不共高，成就善根，悉皆增上。當知此人非是小乘，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，是故告與天人世間阿修羅等，應當愛藥修習，生希有心，於此經中生道思想，欲令無量眾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轉。及欲見彼廣大莊嚴，攝受殊勝佛剎，圓滿功德者，當起精進，聽此法門，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讒偽之心，切入大火，不應而悔。何以故？彼無量億諸菩薩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門，尊重聽聞，不生違背。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應求此法。受菩提記第44。若於來世乃至正法滅時，當有眾生藉諸善本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由彼如來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廣大法門，攝取受持，當獲廣大一切智智。於彼法中廣大勝解，獲大歡喜，廣為他說。常若修行，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於是法，若以求、現求、當求者，皆獲善利。爾等應當安住無疑，種諸善本，應常修習，使無疑滯，不入一切種類珍寶成就牢獄。阿逸多，如是等類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廣大義門。由於此法不聽聞故，有1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若有眾生於此經典書寫、供養、受持、讀誦，於須臾頃為他演說勸令聽聞，不生憂惱，乃至晝夜思維彼剎及佛功德，於無上道終不退轉。彼人臨終，假使3000大千世界滿中大火，亦能超過，生彼國土。是人已曾值過去佛，受菩提記，一切如來同所稱讚。是故應當專心信受，持誦說行。獨留此經第45。吾今為諸眾生說此經法，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一切所有所當為者，皆可求之，無得以我滅度之後復生疑惑。當來之世，經道滅盡，我以慈悲哀憫，特留此經，只住百歲。其有眾生藉思經者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到。如來輕逝，難值難見。諸佛經道難得難聞，遇善知識，聞法能行，此亦為難。若聞思經，信若受持，難中之難，無過此難。若有眾生得聞佛聲，慈心清淨，踴躍歡喜，依無為喜或類出者，皆由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聞佛號，心中狐疑，於佛經語都無所信，皆從惡道中來，宿殃未盡，未當度脫，故心狐疑，不信向矣。勤修堅持第46。佛告彌勒：諸佛如來無上之法，十力無畏，無礙無住，甚深之法，及波羅蜜等菩薩之法，非而可喻，能說法人亦難開示。經故深信，是亦難遭。我今如理宣說如是廣大微妙法門，
一切諸佛之所稱讚，付囑汝等作大守護，為諸有情長夜利益，莫令眾生淪墮五趣，備受危苦。應勤修行，隨順我教，當效於佛，常念師恩，當令是法久住不滅，當堅持之，無得違失，無得違妄，增減經法，常念不絕，則得道節。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說，如來所行，亦應隨行，眾修福善，求生淨剎。復為此文第47。爾時世尊而說頌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於此正法不能聞。已曾供養諸如來，則能歡喜信此事。惡憍懈怠及邪見，難信如來微妙法。譬如盲人行處暗，不能開導於他路，唯曾於佛植眾善，救世之行方能修。聞已受持及書寫，讀誦讚演並供養，如是一心求淨方，決定往生極樂國。假使大火滿3000，成佛威德悉能超。如來心廣智慧海，為佛與佛乃能知。聲聞億劫思佛智，盡其神力莫能測。如來功德佛自知，唯有世尊能開示。人身難得佛難值，信慧聞法難中難。若諸有情當作佛，行超普賢登彼岸。是故博聞諸智事，應信我教如實言。如是妙法行聽聞，應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廣度生死流。佛說此人真善友。聞經獲益第48。爾時世尊說此經法，天人世間有12000羅睺陀億眾生，遠離塵垢，得法眼淨；20億眾生得阿羅漢果；6800比丘諸漏已盡，心得解脫；40億菩薩於無上菩提住不退轉，以宏誓功德而自莊嚴；25億眾生得不退忍；4萬億羅睺陀百千眾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，今此初發，眾諸善根願生極樂，見阿彌陀佛，皆當往生彼如來土。各於儀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來。復有十方佛剎，若現在生及未來生，見阿彌陀佛者，各有8萬具子羅睺陀人，得受記法忍。成無上菩提，彼諸有情皆是阿彌陀佛宿願因緣，俱得往生極樂世界。爾時3000大千世界六種震動，並現種種稀有神變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復有諸天於虛空中作妙音樂，出隨喜聲，乃至色界諸天，悉皆得聞。但未曾有無量妙花紛紛而降。尊者阿難、彌勒菩薩及諸菩薩聲聞、天龍八部一切大眾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，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，上報4重恩，下濟3途苦。若有見聞者，悉發菩提心，盡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